着趁上主找袂着的时，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救伊。邪恶的人若放散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会怜悯伊；着归向咱的上帝，伊会宽宏赦免因。三甲来吟俄罗圣诗，圣诗第324首，圣诗324首。我做激动，袂话伫提词。请起立吟全首。我最激动袂伫提示，朝天如花，永远就是再无法度他求家己耶稣，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我是有悔，家己努力，无法通说，主老宝贝是我牵起耶稣，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心来破病。亲像当前，我要抗议灵魂被牵住为一定耶稣，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本小撒旦，最易落步。受尽苦难，主为救我，我我的耶稣，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主恩给大，将那罪人笑我罪过。抓住明亮的心，梦里耶稣，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主恩给亲，修属相信，感化我心，情愿归主。不言我撒利亚索，我来救你，救你。请大家有缘徛伫，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请歌红斌兄弟来带咱启应。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17篇。
伫信息后面1029页，课文第17篇，伫信息后面1029页。献开了，我来客，请会众来应。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压倒我。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店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收编土地，你赐福予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咧滴。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请弟兄从即事来带咱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倚靠你，因为你的听甲恩典，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上，第三天国活救赎阮，赏赐信心伫阮内面，互阮有永远的活命。感谢你。阮这软正的罪人，有时也是常常无照你的话去实行，思想、行为、话语有得罪你、得罪人的所在，无气力做你要阮做的代志。求主饶恕赦免阮的罪，怜悯阮。求主赐气力。加添阮的信心，对你的听，对人的听，拢会当搁较济。求你的信心充满阮，互阮心内有气力，通勇壮起来，会当倚靠你。生活中有大大的气力，照你的话去行。主你的话是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阮。紧调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中的指引。紧调你的应允，互阮逐工有新的愿望，引带阮行这人生的道路，继续倚靠你，有你的同在，做伙相同行，派家己十字架来对你。当阮今日的礼拜交托予你，求主保守今日的礼拜有你的同在，拍开阮的耳孔，拍开阮的心，照今日牧师的分享甲礼拜来听你的话。求主的信心充满牧师，使用牧师的口喙，传讲你的话，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点咱请可汗准姊妹来带咱读圣经。咱三角来看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
第9章37节甲50节，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37节甲50节。和合本94页，汉语本154页。和合本94页，汉语本154页。隔日，阮对山顶落来时，有几大群人来迎接耶稣。迄时，群众的中间有一个人话讲：“先生，我即个后生求你甲伊看一下，伊是我的孤囝。几一个服侍，伊随时乱发；几互伊抽掣、抱白抱，烂，佮甲伊伤害，拢无放伊煞。我有请你的门徒甲鬼赶出去，因拢无法度。”耶稣应讲：“哎呀，毋信佮腐败的世代，我着教你待偌久，我着吞忍你偌久。甲你的后生带来遮，伊互人带来的时，鬼甲伊摔倒，互伊抽掣。耶稣着即笔写成，医好迄个婴仔，将伊交互老爸。众人对上帝伟大的权能感觉真着惊。众人对耶稣所做的一切代志，抑搁着惊的是，耶稣对伊的门徒讲：“这个话恁着注意听，恁主着要互人出卖，交伫人的手头。”毋过门徒无明白即句话，因为意思有对因扛起来，无互因了解，无要互因了解。因嘛毋敢问耶稣即句话意思。门徒互相争论啥物人上大，耶稣知因心内的争论啥物，就牵一个婴仔来徛伫伊身边，然后对因讲：“无论啥物人为着我的名接纳即个婴仔，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来的迄位。恁众人中间上细，就是上大。”约翰讲：“先生，我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阮甲伊阻挡，因为伊无甲阮对立。”耶稣就甲伊讲：“毋通甲伊阻挡，因为无反对恁的，就是为恁。”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正道请吴牧师来正道题目是无信甲袂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总会所定青年事工纪念主日，因为安尼，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最的礼拜内底，伫今仔日的礼拜，就会定做青年主日，就亲像3月第1主日共款。3月第1主日，咱通常拢讲叫做妇女主日，然后伫5月第1主日，通常咱嘛啦称作是青年主日。真侪教会就亲像咱的教会共款，伫即日下礼拜是互青年来主导，并且请因伫礼拜中服侍，透过因伫礼拜中众人面前的服侍，咱见证做伙见证因的成长。上时当因咧带咱敬拜上帝的时阵，咱的心嘛爱做伙为因来祈祷。咱求上帝帮助、恩典怜悯，甲因做伙伫地，日日伫因成熟大汉的这个路程。愿上帝帮助夫妻，因为青年，我相信啥物会叫做青年？我认为只要有愿意改变的心的人，拢是青年。所以虽然咱看起来亲像白头毛也走出来，甚至有当时下头毛会哪来哪少，总是不管安怎，只要咱愿意上时有改变的心，咱拢通称作青年。所以请你边仔迄个青年人讲，真欢喜甲你做伙伫地。请你头前的人讲，真欢喜你坐伫遮。愿上帝祝福甲你做伙伫地，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
互阮会当拍开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应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日本真出名的作家，伊叫做村上春树，伊捌伫伊的册内底写过一句话。这句话是安尼讲：伫高墙甲弄黄高墙的两中间，我永远徛伫两个这边。咱目睭所看到的每一只鸟仔，爱知影伊毋是只是鸟仔尔，这鸟仔拢捌是一粒卵，只是伊还未伊成做卵的时阵，有当时咱无看。总是只要是卵，咱知影卵就真需要人保护，需要时间，互因来成长，才会当长大。这就亲像还未成熟的少年人，所以毋通摕一粒卵就去弄迄个墙。咱知影迄个结果是安怎？结果就是迄个卵就会无去啊！我相信咱大家拢知影，你若摕卵去鸡卵去弄墙吼，迄无度。鸡卵弄石头，迄只会互卵化做无，所以需要时间，时间需要保护，互因会当真自然来成长。总是当卵变做一只鸟仔的时阵，伊破茧破迄个卵壳出来了后，伊的丝仔慢慢定。咱爱较向的，就放互伊飞。咱爱相信有一天，迄粒卵会当飞过迄个墙，对无？咱爱放一个毋茫，但是毋是咱帮伊飞哦，是爱放手。迄个时间，咱就会当放手，互伊家己来飞。总是啥物时间，才算时仔定？人爱大到什么岁？几岁才会当独立来飞？随上伫无共的文化、甲处境、甲时代内底，到几岁才算大人？有无共款的定义甲看法？伫台南，我相信咱中间嘛有台南来，甚至是捌住过台南的人，传统叫做做16岁。这个16岁做16岁，原因是对清朝的时代开始，伫台南五条港一带迄个古早是港口，有真侪囡仔工甲大人工。啊，啥物时阵才算做大人工？因为做囡仔工吼，囡仔工拢领一半尔咧，领一半的薪水尔咧。所以啥物时阵还会当算做是大人？所以，就要用做16岁来做这个定义。所以做16岁，迄个习俗过了后，才会过去，互人看做是囡仔。啊，上时伫迄个码头咧做头路，迄个囡仔工过迄工了后，伊就会当领全薪啊，伊就会当领全部的薪水。以色列人几岁？以色列人是12岁到13岁。因会伫12岁到13岁时间，查某囡仔甲查甫囡仔来举行成年礼、成年的礼仪。咱知影伫台湾，啥物岁、啥物时间算做大人？哦，有人知影吼，2021年12月30号，去年的年底，台湾的立法院三读。通过民法的条文修改，将成年的年龄原底是几岁？咱知影？对，原底是20岁。啊，改做几岁？18岁。所以不管咱有同意也无同意啊，咱感觉这18岁改成个囡仔的吼，总是用台湾的法律来看，
就是表示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正式承认，一个人到18岁就是成年，伊长大成熟，伊就享受上时也有同款的责任，又享受迄个权利，完整的权利、义务加法律的责任。当然，咱检察嘛会当进一步来问，到底要经历过甚物岁？到底我的几岁？咱会当伫上帝面前，才会当算作是大人，才会当算作是成熟，才会当有够资格成做主的门徒。保罗安尼讲，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无言，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就亲像保罗伫遮，伊坦白承认家己怎样对家己的人物无够诚实。事实上，咱检察咱所有人嘛爱承认这点，咱对家己对上帝的心意无够了解，无够诚实，甚至甲人做伙斗阵的时阵无够诚实。这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节，咱今仔日读到这段圣经节，我相信是主耶稣这的门徒、这的学生真无光彩。因真想要来虎虎放无去、无看去的记录，总是圣经透过描写这的，互咱明白，原来毋是咱无诚实尔，毋是咱这个人无诚实尔，就连缀伫主耶稣上起头的这群学生，也捌安尼无诚实。当主耶稣第一遍有言。家己要行互人气杀十字架路的时，这就伫这个所在来凸显这群上一开始对主的学生因的心态。因对主耶稣虽然因认耶稣做基督是弥赛亚，总是对伊有错误的期待。咱读到下面这个事件。拢凸显这群学生的心态。路加福音第9章37节，咱做伙来读看卖，来做伙来读来。隔日，因对山顶落来时，有规大群人来迎接耶稣。隔日，所以头一日是啥？第一日是啥物会？第一日就是主耶稣甲学生伫山上变貌的事件。所以，这个对话、这个事件发生的状况，拢是主耶稣甲伊的学生落山的第2天所发生的代志。路加福音第9章38节到40节刷落去，安尼讲这个事件，咧描述这个事件。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迄时，群众的中间有一个人话讲：“先生，我这个后生。”求你甲伊看一下，伊是我的孤囝，鬼一个附身，伊随时乱发，鬼互伊抽带、抱白抱烂，搁甲伊伤害，拢毋放伊煞。我有请你的门徒甲鬼赶出去，因拢无度。这个人，这个老爸真痛苦。伊痛苦咧哀求耶稣，救我这个孤囝，我的囝互鬼所缠。咱若详细来读这个病症，非常有可能是现在所讲的羊形，癫痫，癫痫，羊形。门徒却无都救伊。实际上，咱已经伫路加福音第9章第1节，咱读到耶稣已经互这个门徒有气力甲权能，
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调集12使徒，互因有能力甲权柄，通制压拢总的鬼，佮医好真侪的病症。当时第9章，路加福音第9章嘛描述，即群学生互主所差遣出去了后，因已经使用过这的能力。是安怎？当主耶稣离开因，甲门徒伫山顶变貌的时阵，山骹的门徒线，这的气力拢无去啊，这的能力拢无去啊。是因为过去的成功，互因开始骄傲吗？还是因无继续祈祷，维持甲主的关系吗？或者是因为主宣告伊要受苦死亡，互因的信心拍折吗？无论怎样，山骹的即群学生，主耶稣的学生，真明显因无法度，无能力。路加福音第9章41节，主耶稣的回应是安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应讲：哎呀，毋信搁腐败的世代，我着甲恁待偌久？我着忍耐恁偌久？甲你的后生带来遮。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的话讲了真重。伊所讲的毋信搁腐败的世代，毋是指这个老爸甲伊的后生哦，毋是哦。咱来看煞落，伊讲我着甲恁待偌久，就知影伊所骂的人是甚物人？是这门徒。所以主耶稣伫遮是咧骂这门徒讲：恁毋信甲腐败，我着甲恁待偌久啊！算落去，当这个鬼持续发作伫这个囡仔身躯顶头，主耶稣就伫众人面前直接互医好这个囡仔，然后众人大大着惊，归荣光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主耶稣的行动亲像镜同款，显出一个有关联，伫遮显出一个有关联的主，甲一群无法度的学生，是安怎会安尼？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对咱讲一项代志，伫咱相信甲军队内底，咱性命内底遐自私、贪婪、骄傲、毋愿怜悯，这无诚实，甚至真歹的个性，并无缀甲主立约、受洗礼、军队主的过程内底来无去。实际上，即群地主的门徒就是安尼，因的毋信甲腐败，佮真深伫因的性格内底，这拄拄好就是因无法度的原因。所以算落去，咱会当愈读愈清楚，因的毋信甲腐败到怎样。路加福音第9章44节到4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这话恁着注意听。人主得要互人出卖，交伫人的手头。不过门徒无明白即句话，因为意思有对因看起来，互因未了解，因嘛毋敢问耶稣即句话的意思。而且这是主耶稣第2遍对家己未来所要拄到的代志的预言。总是这句话真明显，甲顶一刻就伫顶一刻了，伊伫人面前所呈现的遐尼大的关联，完全无同。门徒心内底一定会想讲：啊，主耶稣明明，我的主明明有遮尼大的关联。是安怎？伊即时要安尼讲，伊讲伊家己未来要交付伫人的手头。明明有遮尼大关联的人，是安怎有互人凊彩来处置的时候？
门徒即群门徒心内底无明白，总是因却毋敢问，是安怎？检采是即群门徒，这个时阵已经将因关心的点对耶稣的身躯顶头转往其他的代志。因咧关心啥？路加福音第8章4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因咧关心这样代志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门徒互相争论，什么人上大？所以因开始咧比大小啊。这毋是亲像咱过年的时阵伫厝内底咧耍迄个扑克牌吼，比大老二，毋是安尼哦吼。彼得、雅各甲约翰是对耶稣去到山顶看过摩西、以利亚的人，若要比因三个人会讲嘿，阮甲恁无共咧，阮可能是恁中间较大的呢，因为阮看过以利亚甲摩西呢，阮阁看过耶稣变貌呢。总是这个门徒冇话要讲咧，这个门徒讲嘿，阮出去宣教，阮嘛有成功的时阵啊，阮嘛无比你较输啊。啊，犹大嘛会讲嘿，歹势，管钱的上大，对无？管钱的上大对无？咱也知影，当主耶稣搁做婴仔的时阵，玛利亚抱伊去到圣殿。然后老西面伫遐看到婴仔耶稣就有言，安尼讲，伊会互真侪人心内的意念露现。真特别，露现即字伫路加的用词内底，拄好甲门徒的议论是用同字。换一句话来讲。这检采也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要成就的代志之一。伫主的面前，人的意念会露现出来。这是若解说做议论，原文的意思会当形容理性的讨论。所以门徒主耶稣的门徒爱记住咯，因伫遮毋是冤家哦。因是私底下，一定是私底下认真咧讨论讲，嘿，咱中间什么人较大？什么人来做班长？什么人来做小组长？什么人来做长老？什么人来做执事？因一定是安尼讨论，认真咧讨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才严重。即群对耶稣的门徒对到尾后，因生命的焦点。既然已经毋是学生，咱也知影什么会叫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因已经毋是咧学主耶稣所教示的话语甲信命，因已经是咧争论、议论讲，嘿，比大小，什么人咱中间什么人较大？这项代志较要紧，因为安尼。路加福音第9章47节到48节，咱读到这个记录，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在因心内底争论什么，就牵一个囡仔来徛伫伊身边，然后甲因讲：无论什么人为着我的名接纳这个囡仔，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恁众人中间上细就是上大。门徒彼此的争论，互因内心的意念露现。主耶稣当然是因中间上伟大、上大的，总是除了耶稣以外的，什么人上大？这就是因心内底私底下。才会开始比较骄傲自私的念头，就是才会互因毋信甲跋倒。耶稣看出因的心思了后，对因的教学，咱时常咧讲，线落咱一连串看到主耶稣咧教学生的方式，
对因的教学，就是牵带另外一个囡仔来，查甫囡仔来，对因讲，啥物人上大，其实毋是上要紧的代志。关键颠倒是，要伫主耶稣的门徒内底最大迄位，是要带咱去接纳、去服侍遐个上互人看轻的人，上看无，总是上需要的代志顶头。当伊无看家己最大的时阵，伊颠倒互众人所军队所讹了。实际上，路加的记载甲马太福音的记载小可无啥共款。伫马太描述内底，主耶稣是安尼教学生的。马太福音18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改变，变做亲像囡仔，绝对袂当入天国。所以，伫马太的听到记录内底、回忆内底，马太会记者是耶稣咧教学生讲啥物话？讲耶稣教咱爱亲像囡仔，亲像囡仔对无？亲像囡仔，单纯倚靠上帝。总是路加讲，耶稣是爱咱去接待、去接纳迄个伫咱中间上互人看无的人。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教示拄拄好，会当来交集起来。对咱讲，咱这个人，咱这个团体，咱若要相信，并且有困难的秘诀，就是咱爱亲像囡仔共款去倚靠上帝，这就是信。咱爱亲像囡仔共款，遐尼单纯来倚靠上帝。然后，咱透过服侍，伫遐个上岁的身躯顶头，来找到咱的困难，来找到咱的能力。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话伫遮嘛咧对咱讲，就是信仰的团体，嘛有可能成做信徒坐最大位的所在。伫教会内底。咱拢知影，骄傲甲自高是毋好的，所以咱袂大声公开伫迄个台面上来讲。总是有当时私底下咧议论的时阵，这嘛是信仰团体互人看做真假的所在。就是因为咱时常背主私底下议论讲，啥物人是爱来做咱的班长。啥物人是爱来坐这位？啥物人爱来做咱中间的头？路加福音第9章49节，煞落去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翰讲：老师，我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阮甲伊阻挡，因为伊无甲阮对你。约翰真明显。无缀着耶稣迄款包容甲同情的精神，主耶稣经呼召12个人，是对侪学生中间呼召出来，表示当时有真侪地主的人，因虽然无亲像12使徒入迷跟对耶稣，总是袂因为无属伫这12个人迄个空内底，迄个圈子内底，就毋是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当伊看到人有人互鬼苦楚，伊奉主的名赶鬼，是自然而然。这个门徒伫迄个拄着痛苦的人面前，尽家己的困难，坐伫上岁的身躯顶头，理所当然。总是约翰将耶稣的名，跟他亲像当作专利。这阮的专利呢？这你袂使黑白用呢？这惊俗阮的呢？耶稣是阮的呢？甲恁无关系呢？
阻止伊，只是因为伊无属伫这12使徒的内框内底。路加福音第9章50节，刷落耶稣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甲伊讲，毋通甲伊阻挡，因为无反对恁的，就是为恁。这个对话拄好，拢凸显即群对主的学生因的无诚实。当门徒只顾要争论啥物人上大，耶稣就讲，要做大，就要先对接纳上税开始。当约翰发现有人奉主的名赶鬼，伊并无甲伊做伙，互迄个受鬼捆绑的人得到救，颠倒阻挡伊。可见，约翰虽然参与耶稣伫山顶变貌的事件，却无明白主耶稣甲伊所要带来的福音。亲爱的兄弟姊妹，实际上，咱免笑约翰，因为约翰的眼光嘛时常是咱的眼光。咱的眼光真猥琐，咱的眼光有时阵只有看重家己的名誉甲地位。咱的眼光有当时嘛只想属伫咱搭伫空内的利益，却袂记起咱爱拍拼的，其实毋是专心伫咱家己甲家己空内的事尔，是互上帝的国度。伫地上，哪伫天里？上帝国度怎样传扬？伫地上，哪伫天里？这拄好是咱爱做伙来拍拼的代志，总是咱时常来袂记起。马介牧师捌伫伊的册顶头安尼提起，伊几岁时阵就开始立志要做宣教师，伊10岁的时阵。伊安尼写，伊讲，当伊10岁时阵，有一位宣教师叫做宾威廉，伊捌到伊当时所属的教会内底来讲道。听迄边的讲道了后，马介真受到刺激甲感动，所以伊就立志，伊大汉了，伊要做宣教师。所以伊大汉了，伊真正就拍拼，欠钱哦，去纽约。当时全世界上好的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来读册，所以伫伊1870年4月份对纽约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了后，就当时加拿大长老教会总会来提出申请，望伊互人差派，互因来差派去到海外做宣教师。总是当时加拿大长老教会拄经历过分裂的纷争，上时因也未捌有派宣教师的前例，所以当时当马介提出申请了后，受到当时的教会内部真侪质疑甲挑战的声音。因咧质疑你，因讲无采你读遐好的学校，你应该转来阮遮来做牧师较对啊！太会来申请，讲要去做宣教师咧。总是真好运的是，当时马介嘛得到一寡人士的对待甲鼓励。马介安尼提，伊讲伊伫 L 这个城镇内底拄到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一个退休的宣教师，伊捌伫非洲经过25年。牧师有感受到当时加拿大长老教会内部对马介的款待，所以总是伊鼓励马介讲，免烦恼少年家，人遮的士大人会教示你，会互你忠告，因会计较你去所开的费用。总是你只要将这话放入你的裤袋内底，你行你的路，代志会改变，你会看到更较光明的日子。过23冬，
我相信马介故事咱拢知影，伊后来就1872年就来到台湾，然后今年咱咧庆祝马介来到台湾150年。1872年伊来到台湾，然后来到淡水，然后伊迄阵仔上帝祈祷讲，就是这上帝感谢你，这就是你所想使我宣告的所在。所以过23冬，马介搁一遍转移到加拿大。1893年，伊带全家以及台湾北部宣告的成果，转到加拿大的时阵，真受到加拿大当时教会欢迎。迄年过冬，伊甚至当选加拿大长老教会总会议长。伫伊的册内底，伊充满希望，安尼写讲：更较光明的日子已经来，感谢上帝，我会当伫我有生之年看到伊过去的痛苦，伫今仔日的欢喜内底，互我放袂记尽。将来会付出更较伟大的代志，明仔载就亲像今仔日。而且会更较丰富。这2冬内底，我有担任中会干部，我有参与中会总会运作。其中上痛苦的时间，就是遐个权衡各机构董事的名单。所以，长老教会伫台湾宣告已经超过150冬，因为北部宣告150冬对。南部更较久，南部是1865年，所以已经157冬啊。早期的宣教师，因为着宣告，才来开办病院、开办学校、开办女学。咱知影开办女学，伫当时是袂捌有人敢做，因为古早的妇人人，互人看做无搁绑迄个小脚。开办女学，上时甘威林牧师伫台南嘛开办启聪学校，就是要教这个盲人会当读字、学习的学校。这个宣教师所开办的这个机构事业，是为着要回应主的命令，去款待、去服侍遐个上衰、伫人上需要的所在，做出改变。总是到今仔日。每4冬拢有台面上、台面下，算袂清要争取董事的议论。不管是赔钱的学校，也是趁钱的病院，只要挂董事，大家拢想要争取。这个包括总会、中会干部甲中委的选举，私底下的议论拢无停煞。随上。亲爱兄弟姊妹，这拄好是一个信用团体对落无成熟上好的画面。这也是今仔日长老教会唔信甲无法度的原因。真歹看的是，有时阵连信用反省，连上起码伫私底下议论拢无，连公开真侪议论。伫公开的场合内底来暴露出来，遐政治的手腕，甲彼此伫遐来互相攻击。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啦拢是安尼，那安尼，咱这个团体，咱这个教会，就会亲像主耶稣喙内底所讲的，迄个唔信。个腐败的世代，总是当我看到今仔日的青年，因就亲像当年的马介共款，因要带希望来出房。我相信信主，阁有气力的少年的年代，要起来。
改变教会内外的外风。事实上，台湾社会嘛需要少年人起来起身来改换这政治败坏的风气。伫教会内底是安尼，伫社会内底有时嘛安尼。所以，请咱爱为着线落来即世代台湾社会改变来祈祷。我无要为着什么政党伫遮宣传，总是我爱请咱特别，因为年底嘛，咱台湾阁要经过一遍的选举。事实上，咱已经看到真侪少年家讲要出来竞选。总是我要请咱爱有眼光，请咱爱为着即世代的少年家，毋是为着家己的政党的利益，是为着台湾即块土地。愿意委身来祈祷，咱求上帝帮咱享受因教野的智慧知，因要献身伫政治顶头，虽然真误会，虽然爱多沟通，总是因入来是要改变，毋是要正做这个互人污染的所在。教会内底嘛共款，咱爱求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的教会。转来到用信用来治理，无要抢坐大位，用宣教服侍的热情做前提的宣教组织。检采，亲爱兄弟姊妹，这会当对咱的教会开始来改变起，相信，就亲像马偕伫伊的册安尼写，更较光明的日子要来，咱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互阮听见你的话。帮助阮，你知阮侪时阵无成熟，嘛腐败。阮毋信，阁无能力。求上帝赦免，求上帝医治，求上帝帮助。帮助阮，互阮认出，阮实在是误会有罪性的人。阮检采有时阵。阮所支持的团体有时阵嘛露现出这个罪性，甲毋信，求上帝赦免阮，帮助阮，互阮看清楚这个，用你的话，用你宣教的热情，互阮的教会搁一遍无共款，帮助阮，互阮伫你内底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看见搁较光明的日子。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638首，圣诗第638首。咱着出欢喜的声。请起立吟全首。咱着出欢喜的声，感谢阿拉主的名，我国已经受得来，毋惊风台大顺海，主上帝替咱安排，所有好命日出来，着入圣地来敬拜，阿拉上帝大仁爱，全世界受主管理，
生生世世永更伊，每个比丘是兄弟，特会中生高罗会，大圣开会就给钱，人后修行高千起，愿爱加罪好加之，好主欢喜收入去。南的主过来彼时，受挂所情归伫天，到时伫咱地面上，罪恶欺骗拢相向。主的天使要临到，宴会小屁是罪恶，总是所有好我讲，好主受日真快乐。愿主耶稣经过来，最后修行日出来，主一日的正行日，好因的好帮欢喜，求你世因高清气，好因家你应徛起，求你大天君进来，传万日延更所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请雷一兰姊妹、吴秋红姊妹、黄定玉姊妹、甲余明月姊妹来施献。请起来领奉献的诗。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第1页。咱即马亲像照镜伫看，雾无明，将来话面对面看清楚。我即马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请咱会众读2遍，请。亲像照镜伫看，雾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
咱现在亲像小镜在看，无无离。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了解我。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即摆咱来看周报第1页有本周后周的事项，请事项的人员准备先服侍。搁来，咱来看周间聚会时间，搁有教育部的课程，甲小组的聚会，请咱家己参考参加。大岛的事项，请大家关心大岛。咱来看第3页有详细明细，若有登台的位，请向办公室反映。消息报告：本主日5月初1， 5月份的伫月中日长老黄端郡，即事黄朱辉也立议。5月份定期的中执会伫第3场礼拜结束后，伫701会议室召开，请中执参会。教育部线顶会议伫5月初2，礼拜1暗时8点召开，请部员参会。下主日5月8号是母亲节，祝福母亲节快乐。请中执团契首长将下半年度的行事历交回办公室。教会消息，2022年夏季学校是爱开始报名，咱伫外口市内部分都会用现场报名，会用 QR code 来报名。搁来第2项，100站学年第1学期的奖学金、立学金，请到办公室领取。5月2号是劳动补假，办公室休困1天。其他消息，合作社理监事会伫5月8号中昼12点伫701召开，请理监事参加。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今仔日是青年主日，所以咱的青年其实本来讲要献诗，总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无献诗，总是因有做一个影片。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阵，因这个影片当然有呈现因咧活动的情形。所以，当咱若看到这个影片，若有参与伫中间的，咱会当回想迄个时刻。总是若无参与的，请咱看到这个影片中这个少年家咧活动的时阵，伫咱的教会咧活动的时阵，请咱详时也为因来祈祷。即时咱来看这个影片，毋知有准备好啊未？我讲遐侪原因就是还是准备。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
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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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夜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一直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第二项，我相信咱伫周报内底有看到即张其实是咱的内政部其实有互咱在场法人有一张函，是照即个函来互大家知影讲咱的教会内底，伫咱教会内底的指引。咱毋望真正亲像即个疫情中心所讲的，毋望无。重病会发生，毋望会当伫若有染着病了，会当有控制。所以伫出入教会的过程内底，我大拄所做的其实是遵照中央疫情的规定，就是伫讲道的时阵，我将迄个喙罨摕掉安尼尔。无剩的，我要请咱大家这段时间也是戴喙罨。然后，假使咱的身躯若有小可无啥爽快，请咱就留伫厝里来参与线顶的礼拜。上时，所以请咱爱会记得嘛注意这段时间内底，咱有可能接触的人，以及咱若有可能接触到，咱就做一点自我的健康管理。上尾后，当然是鼓励大家，若成年咱会当来做疫苗、做预防针。毋望咱伫这个过程内底，当然咱这目前有取消这个入来的这个 QR code 这个，不过要请咱若会使来下载这个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 毋望透过安尼来互咱家己有一个境界。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要教咱爱注意这段时间出入甲接触的过程。愿上帝帮咱保护，互台湾会当经过这波。总是咱知影这个病情应该袂伫咱的四处消失，这个病毒嘛真厉害，这个病毒一直变。总是求上帝赏赐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因为台湾行的这步是咱无法度避免的代志。换一句话来讲，咱若要甲这个世界有共款。咱就要知影，这步是咱无法度避免，所以求上帝赏赐咱教育的智慧甲平安，保护家己，嘛注意伫咱身躯边的人的安全。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上营信息第389首，信息389首，吟诗线请牧师教导。请起立。阿拉上帝之光之尊，造化的主万福万本，
天天行善，天的万民，永远乐乐白行诚心。阿门。全能的上帝，愿你少年全能的神改变阮，愿你赐阮温柔谦卑的神引带阮，愿你恩典的神、祝福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田角密岛，平安礼，请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
的学校，大家请到前面来照相。大家还在。